必要成功，必要受尊榮，必要被舉揚，且極受崇敬，就如許多人對他不勝驚愕，因為他的容貌損傷得已不像人，他的形狀已不像人子。同樣，民眾族也都要對他不勝驚異。眾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閉口無言，因為他們看見了從未向他們講述過的事，聽見了從未聽過的事。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？上主的手臂又向誰顯示了呢？他在上主前生長如嫩芽，又像出自乾地中的根苗。他沒有俊美，也沒有華麗，可使我們瞻仰；他沒有儀容，可使我們戀慕。他受盡了侮辱，被人遺棄。他真是個苦命人，熟悉命苦。他好像一個人在掩面不顧的人。他受盡了侮辱，因而我們也視他如無物。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，負擔的是我們的種痛。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，為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。可是他被穿刺透，是因為我們的悖逆；他被打傷，是因為我們的罪惡。因為他受了懲罰，我們便得到了安全；因他受了創傷，我們便得到了痊癒。我們都是羊一樣迷了路，各走各自的路，但上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歸到他身上。他受虐待，仍然謙遜忍受，總不開口，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，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默不作聲。他也同樣不開口。他受了不義的審判而被除掉，有誰懷念他的命運？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，受難而死，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。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，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，人們亦仍把他與歹徒同埋，使他同作惡的人同葬。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，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作了贖罪的祭時，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。上主的旨意也藉着他的手得以實現。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，他要看見光明，並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。我正義的僕人要使許多人成義，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。為此，我把大眾賜給他作報酬。他獲得了無數的人作為勝利品，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，作了罪犯的中保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，以至於死亡，被列於罪犯之中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
上主，我投靠你，總不會受辱。求你憑你的公義將我救出，我將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。上主，信實的天主，你必拯救我。我的仇敵都辱罵我，我的四鄰都恥笑我，我的知己憎恨我，路上的行人都遠避我，我被人全心忘掉，猶如死人，活像一個被拋棄的破舊瓦盤。我仍舊依靠你，上主，我說你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命運全掌握在你手，求你救我脱離敵手，擺脱一切害怕我的仇敵。求你以你的慈容光照你的僕人，求你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。凡信賴上主的人，請鼓起勇氣，振作精神。讀經義之中，耶穌雖尊為天主子，卻親自體驗人性嘅軟弱，接受試探，所以我哋要懇切祈禱，學習服從。